香港工程師學會進行兩項研究，以提升本港建造業職業安全，以及推動可持續發展。兩項嘅研究分別針對 4S 安全智慧工地系統，透過數碼化技術監察高風險施工活動，例如使用無人機以及機械人巡查高風險建築區域，減低人為偏差，以及引入3級警報機制，提早識別以及預防危險，減低工地安全事故頻率。又提出引入系統化工程項目碳管理框架，為工程業界提供統一碳評估以及管理指引，帶動行業實行低碳轉型，融入國家15五規劃、碳達峰以及碳中和嘅目標。對於近期工業意外頻生，學會表示，意外嘅主要發生喺小型工程地盤入邊，可以透過完善科技監察制度，進一步提升安全。最近發生嘅意外咧，其實主要就係同一啲小型嘅維修工程有關。4S 系統咧，過去嘅好幾年咧，我哋喺大力咧就係一啲公務工程，特別係一啲大型嘅項目裏邊咧係推動咧，行之有效，亦都做得好成功。咁但係一啲小型嘅工程咧，我哋要開始關顧啦，因為小型工程咧其實佔整個我哋公務工程嘅份額嘅係20% 以上。咁呢啲咁嘅小型工程同埋一啲維修工程咧，如果我哋可以透過科技而做到一個監察嘅話咧，咁我相信呢啲咁嘅意外咧係必定可以避免。